今年年初有段新聞，美國 FDA 批准咗一項醫學試驗計劃。呢個計劃可以話係人類歷史上一個新嘅突破。呢個計劃就係將人體細胞修復回原有嘅狀態，去治療現代醫學唔能夠治療嘅病症。呢間公司就係根據2012年諾貝爾醫學獎得者山中伸彌發現嘅人體細胞係可以進行自我修復、自我複製嘅理論而開發出嚟嘅一種藥。呢間公司就係用細胞入邊嘅被命名為山中嘅細胞因子進行研究，開發出一種藥物，令呢種因子回復返青春嘅機能，用嚟治療而家醫學上唔能夠醫治嘅病症。如果呢個咁嘅實驗計劃係成功嘅話，即係話人類理論上係可以長生不老。其實呢入邊係包括咗幾樣嘅理論嘅，一個叫做生物資訊流失理論。山中先生發現嘅細胞自我修復同自我複製嘅理論，同2026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大偶良典嘅細胞回收利用嘅實驗。而呢個咁嘅實驗計劃係人類歷史上嘅一個里程碑。當然，你話要成功，我相信仲有好長嘅路要走。其實中醫所做嘅嘢同呢個咁嘅實驗計劃所根據嘅理論或者做法係大同小異。因為人病咗或者身體出現咗問題，中醫嘅解決方法係有兩種，一種呢就係用大自然嘅物質煮水，令湯水進入人體，讓身體自己發生化學反應，去修復身體嘅機能。其實就係提升人體自我修復嘅功能，或者你可以咁理解。第二就係用針灸嘅方式去解決問題。其實你睇下個經絡穴位圖，係咪好似一個人體嘅生物資訊網絡圖？而且係好清晰地分開咗唔同嘅系統。而實際上針灸就係用呢個咁嘅網絡系統去調節身體內嘅機能，令人本身恢復正常。而且中醫係有一套完整嘅理論嘅，係一套用咗幾千年嘅操作規程去運作呢套咁嘅機制。當然今時今日可能對呢一套咁理論同埋機制係有住唔同嘅意見，我覺得好正常啊，因為呢個理論同埋機制已經用咗幾千年嘅，冇改變過。因為呢套咁嘅理論同埋機制係喺幾千年前嘅農業社會去提出嚟同埋實行嘅。而今時今日我哋已經進入咗 AI 時代，今時今日我哋對世界嘅認知同當年開發出呢一套咁嘅理論同埋機制已經有咗翻天覆地嘅變化。但呢套咁嘅理論同埋機制係咪冇用呢？我就唔係咁認為啦。因為以我自己嘅經歷係證明咗呢套咁嘅機制係仍然有效。之所以咁多人有唔同嘅意見，係因為冇人將呢一套咁嘅理論同埋機制將佢現代化，或者用現代嘅語言將佢重新演繹。因為中醫同西醫對人體嘅睇法個起點都唔同，即係話大家個基礎唔同。西醫對人體嘅睇法係由
人係由各種器官去組成嘅，佢嘅來源呢係來自解剖學，而對中醫對人體嘅睇法係整體性嘅，係來自活生生嘅人。佢認為各個器官之間唔係單獨存在嘅，而係互相影響同埋互相關聯咁嘅存在嘅。所以中西醫之間對醫治人體嘅病係有住唔同嘅觀點同埋做法嘅。呢兩套截然唔同嘅體系係唔可以比較，因為係完全唔同嘅兩件事。即係話你唔可以用橙同蘋果去比較，你只可以話邊一樣適合你。其實今時今日好多時候中醫幫唔到人，或者係幫唔到出咗問題嘅人。我覺得呢個本身唔係中醫學嘅問題，而係人同埋嗰啲藥嘅問題。今時今日我哋用嘅中藥同以前用嘅中藥已經有好大嘅唔同。以前嘅中藥大部分，應該話絕大部分都係野生要採集呢啲咁嘅藥係要上山採藥嘅。但係今時今日嘅中藥大部分都係人工種植嘅，佢哋嘅功效同野生嘅中草藥，我相信佢哋之間嘅分別應該係好大。喺今時今日嘅中醫師同傳統中醫師有好多嘅唔同，就好似我得病同埋治病嘅過程。香港嘅中醫師同鄉村中醫師就有好大嘅唔同。香港嘅中醫師係受過現代高等學府嘅教育，而內地嘅中醫師係受傳統家傳授業，從小就跟父親手把手咁教學，從認識中藥去到診症，去到開方。現代中醫教學同傳統中醫嘅承傳有啲咩唔同呢？我諗我都唔能夠好清晰地講出嚟，或者係解釋。但係從我呢一次得病同埋治療，單單從開藥方呢一件事情，你就可以睇到有好大嘅唔同。傳統中醫開藥係講究君臣佐使，即係話藥入邊有主藥、副藥，有助藥，有引藥。主藥就係主角啦，副藥就係增強個主角嘅功效，助藥就幫你解決因為主藥而帶嚟嘅一啲不良後果，引藥就係將主藥帶到需要去嘅地方。所以喺《傷寒論》入邊，大部分嘅藥方嗰啲藥材嘅種類都係個位數字嘅。但係今時今日你睇中醫，即係一定係雙位數字嘅，有啲甚至乎20幾款藥材開畀你。即係話喺傳統中醫入邊，醫治呢個皮膚病呢，係有幾樣引導藥呢係必須有嘅，就係所謂之蛇蟲鼠蟻。香港嘅中醫師呢，就一樣都冇落過，但內地嘅中醫師呢，就樣樣有齊。從呢樣你就可以睇到個差別啦。咁呢個咁嘅差別，其實就可以話只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你喺康復嘅時段，我只係用咗艾草呢樣嘢，令自己嘅身體恢復到某種程度嘅健康狀態。呢樣嘢呢，都係拜中醫嘅理論而達至嘅。因為如果我哋假設經絡
穴位圖係生物資訊網絡圖，咁我就係根據呢個咁嘅網絡圖做個基礎，用中醫嘅治病理論做解決方案。而我呢個咁嘅康復嘅經歷就係一個個案，而一個個案係唔能夠證明個假設係成立。但係我哋點樣去説明、去證明呢樣嘢呢？我相信要有更多有志之士去研究同發現個中嘅奧妙。我唔係中醫師，我係一個中醫愛好者，對中醫有一啲粗淺嘅認知。我只係想用一個個人嘅經歷俾大家做一個參考，或者思考，或者啟示，證明中醫學嘅學説係有效嘅，而且有好好嘅效果。講返上一個視頻啦，提到有關肝經嘅問題，喺現代醫學入邊一早證明咗肝臟係人體唯一一個器官係有自我修復功能嘅器官。肝可以有各種嘅理由冇咗一部分，或者佢係捐獻咗，或者係個肝出現咗問題，開刀割咗一部分，但個肝就可以重新長返去原嚟嘅形狀嘅。而呢一個咁嘅現象呢，人體入邊就只有肝可以做到嘅。但係從中醫嘅角度嚟睇，肝嘅其中一個功能就係洗血，因為中醫認為呢，人瞓覺嘅時候啲血就入肝，當人瞓醒嘅時候，嗰啲血就從個肝嗰度走出嚟。而人嘅生殖器官個範圍就係肝經經過嘅地方。當人瞓醒嘅時候呢，嗰啲血就從嗰個肝走出嚟，經過呢個地方，令到生殖器官充血，所以人呢就有咗晨舉嘅現象。但係當肝個功能差嘅時候，嗰啲血出肝嘅動力就唔能夠驅動呢個咁嘅晨舉嘅現象。而我有咗晨舉嘅現象，就證明我嘅肝功能係提升咗，嗰啲陽氣翻咗嚟。另外一個現象就係我啲指甲，因為指甲同肝係有好大嘅關係嘅。以前我啲指甲呢，幾個月先至剪一次，腳甲仲耐要成年先剪過一次半次。但而家我啲手指甲每個月都要剪一次，同樣都係證明咗我肝嘅功能係改善咗嘅。肝功能嘅表現同人嘅關係呢，亦都有極大嘅關係嘅。中醫認為春天係肝嘅季節，肝功能嘅恢復就好似我哋嘅標題所講嘅回春。呢一個咁嘅康復治療可以去到邊一個程度呢？而家仲唔可以落結論，但起碼係一個開始。喺呢度，我想同大家提一個問題：有邊個知道點解我哋成日講五臟六腑，而唔係五臟五腑或者六臟六腑呢？咁我會喺下一期揭曉呢個答案。上一期同大家講咗點樣企，今期我想同大家講下點樣行路。咁喺講點樣行路之前呢，我哋先複習下上一期我所講嘅四方步啦。同樣，我哋企立嘅時候，我哋嘅意念話俾我哋知，個肩井穴對住腳板底嘅湧泉穴就企正啦。然後重心向左邊，左邊嘅肩井對湧泉，個重心就係基於呢一點，然後用丹田嘅力。丹田嘅動作，個意念喺個丹田，遞高隻腳爬埋，企正，將個重心向右邊嘅
肩井對湧泉，亦都係嗰個意念留低喺個丹田度，遞高左腳向前遞出，放低，然後個身體移向左腳，放鬆，肩井對湧泉，遞高右腳向外遞出，身體向右邊移動，個重心肩井對湧泉鬆落去，遞高左腳拍埋，身體嘅重心向左邊肩井對湧泉鬆落去，遞高右腳，用丹田嘅意念仍然喺個丹田嗰度，向後遞出，放低，身體向後移動，遞高左腳向側邊遞出，放低，身體移向左邊，肩井對湧泉拍埋，肩井對湧泉。呢個就係複習之前上一期我所同大家講嘅。咁今日我同大家講下點樣行路呢？首先我哋將個身體放鬆去右邊，重心擠落去，嗰個感覺就係個意念就係我哋個身體鬆向右腳，而係肩井對住個湧泉，遞高左腳向前遞出，放低，向前個身體移向右腳，移向左腳，鬆落去，肩井對湧泉，遞高右腳向前遞出。呢個咁嘅收氣嘅腳遞出係用丹田嘅力，而個重心係基於呢個左邊身，然後向身體移向右腳，遞高，用個丹田個重力喺嗰個肩井對湧泉，用個丹田嘅力遞高向前遞出，身體移向左邊，鬆落去。睇下我哋後邊點樣做作。重心左邊鬆落去，遞高向前遞出，移向右邊，鬆落去，遞高，丹田力遞高向前遞出，放低，身體移向左邊，遞高，右腳向前遞出，鬆落個右腳，肩井對湧泉。大家有冇感覺到呢？如果你唔係用呢個咁嘅丹田力去遞高隻腳向前遞出，然後移動呢個咁嘅方式，同你平常咁行路有咩唔同呢？同埋你喺呢個行嘅過程入邊，你有冇感覺到你個力量喺邊度嚟呢？其實係由呢個丹田開發力，然後佢牽動，其實係由嗰個丹田力，即係話腹部嘅力量牽動咗你嗰個背、腰、臀、腳。如果你唔係用咁嘅方式嘅話呢，你唔知你個力喺邊度出嚟嘅，或者只係對腳喺度用力。但係你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呢，就會喚醒咗你個原始嘅力量。人之所以能夠站立平衡，其實就係靠嗰個腰、背、腰同埋個腹內肌嘅肌肉。希望大家可以用呢個方式練習下，每日用嗰個方式行佢1個鐘或者2個鐘，我相信對你哋都係應該係有啲幫助㗎啦。